新北市淡水海关的码头因为防护墙无悬，真侪人拢会下过去拿一粒水清凉一下。但是昨深夜发生落水的意外咯。57岁阿嬷带着11岁孙仔伫咧河岸边散步，可能是大坑泉滴落海。警消赶到场，把妈孙仔2个人救起来。阿嬷已经无呼吸心跳，孙仔虽然是轻伤，但是真惊吓，一句话都讲袂出来。 11岁查甫囡仔包一条毛毯，眼神看起来真惊吓。询问相关情形，那小孩皆没办法正常的回答我们。那现场小孩有双腿发软以及发抖的情形，我们有给予毛毯保温。囡仔甲阿嬷昨暗伫淡水海关码头咧散步，煞意外落海。虽然有人马上报案，但是警消甲妈孙仔2个人救起来的时阵，57岁阿嬷已经无心跳，送病院也是无救。 囡仔阿公已经过身，爸爸咧服刑，妈妈无甲因带做伙。平常时拢是阿嬷陪孙仔，即马阿嬷雄雄离开，囡仔煞失去外靠。还是不亮啊，大浪给冲走，然后呢，很多旅客不晓得，有的带小朋友，有的家长带那个旅客就会不小心掉下去。 这码头防护墙真低，这地砖嘛已经歹起来，造成悬低落差。当时已经暗时11点外，视线暗暗，初步研判可能是无小心对40公分悬的所在跌入水内，详细原因也阁需要进一步的厘清。